新北市金山的街路顶有一个44岁男子举家私一二掌，要将砸车攻击。警方出动着快打部队，男子过来冲撞着警车。后尾警察向空中开枪，合力甲压制，有5个员警受伤了。开枪！警方对空开枪，其他人为边包围过来。在路，他在路，开枪！原警要将人拖落车，还要驾驶游玩，无要配合。还大声，我知道，我后面有车，没办法。后壁人看到心惊胆吓，原警会这大场面，是因为进前已经有一连串恐怖行为。他走过来了，他砍重机了。这个查甫人手举家私伫车顶内底，佮拍什么共开车门，经过驾驶拢惊一条，赶紧走。快，离他远点。阳金公路那边，全家有看到他拿刀要砍那个车子，好像就是在绕吧，就是绕躲警察这样，跑给警察追。昨暝7点外，44岁姓王的查甫人驶一台客货车停伫新北市金山区一间超商前，煞来用行的砸车哈要共攻击。警方出动快打部队，与赛车往万里方向逃走。伫过程中有去弄警察车，最后伫万里方炸落来，警方对空开枪，做伙加压制。这只手先上铐，车马上来了，快点啦！干什么啦？快点啦！这个查甫人无车载人，故意爱拒绝做毒品的快胎，警方伫车顶敲到毒品，送死烟弹。本案造成5名员警在押制过程中轻微受擦挫伤，幸未波及民众与其他车辆。这个姓王查甫人情绪激动，加上伤过出力，出现怀孕期杨改症，被解护送医。警方依照妨害公务、恐吓公众等等罪嫌来上班，加在过程中无去伤到无辜民众，原警嘛干那轻伤尔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